市長黃偉綽拄結束新加坡國際食品展的行程，隨後馬上趕往菲律賓進行訪問。第一站來到台南市的姊妹市嘉美地市，受到當地市長、副市長帶領該市的市政團隊，佮個議員熱情的歡迎。市長表示，台南佮嘉美地市在1980年締結姊妹市，兩市奠定了真好的關係。未來希望在雙方的互相來訪，會用加強物產、觀光、佮教育等領域的實質合作。市長也來到台南，我們也回訪。同時呢，嘉美地市，我們在上次經過菲律賓，我們副市長特別派遣副市長來機場跟我們會談，所以這個情誼我們都深深記在心中。同時，嘉美地市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城市 ，It's very beautiful city，所以我們有機會能發展彼此兩邊的步伐跟觀光，不管是學生，不管是產業。我們都很期待跟嘉美地市有進一步的往來。嘉美地市因為臨近海灣，有歷史古城的稱號，佮着台南市歷史古都真類似。市長黃偉綽即間以2天的時間做正式的交流，充分展現城市外交的行動力，希望會用提升台南的能見度，拓展佮着國際的連結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